嘿，我又翻嚟啦！今日我哋繼續講解呢一本榮格嘅心理類型啊。咁我哋上次就講到從應該係講到從個體的外部來看，客體效應似乎根本無法進入主體內部，即係話有啲人係非唔客觀嘅。係主觀嘅，這樣的印象是正確的，因為來自無意識的主觀內容會在這期間干預阻止客體的效應。即係話你點樣睇嗰件事，就好似量子力學所講啦，你有觀察同冇觀察嗰件事情，個結果可以係你觀察嘅時候呢，同冇觀察呢個結果係的份嘅，意思就係咁啦。主觀內容干涉於草體部生眼睛嘅方式，因此人們覺得個體簡直是保護自己免受於傷害客體的效應。即係話一啲唔理性嘅嘢，其實就係為咗保護自己嘅一種天生嘅本能啦。在某些狀況比較嚴重的個案裏，確實存在這種保護性的存在。即係話。即係有啲人病得好重咧，佢嘅防禦意識就會好強啦。個心理機制上面好似弗洛伊德嗰啲咁樣啦，比較低層次嘅防禦啊。即無意識只稍微加強，感知的主觀部分就會變得非常活躍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個無意識其實就係想講你個人嘅靈性嘅層次比較高嘅時候咧，咁你主觀感受到嘅嘢就越強嘅。呢個係比較先進啲嘅諗法，或者復古啲啊，睇你點睇啦。而且幾乎完全包括了客觀效應，這便使得客體的情感完全受貶抑啦。即係話，如果咁極端嘅情況之下，佢好似好多心理治療師咁，可能連行地圖都會迷路，揸住個 Google Map 都去唔到地方。即係有時候有啲人好中意心理活動好強嘅時候咧，就會容易迷路咯，咁樣啦。而且主體會形成一種無法貼近真實的幻想觀念，即係話有時候佢哋係有個自己嘅故事嘅，咁佢甚至有病態的個案中，個體無法區別真實的客體與存在，即係去到最嚴重咧，就係開始有啲失實症啦。佢嘅所講就係話，以而家科學觀點，即係話對於現實嘅了解係好失去咗呢個感受嘅能力，即係完全係同現實冇關嘅感受。區別主觀與客觀的能力非常重要，雖然這項能力要等到個體已瀕臨精神病態完全錯失，但在形成病態之前，主觀的察覺便已經對思考、情感、行動產生咗極大的影響。即係話，成個人嘅行為啦、諗法啦，同埋佢嘅情緒咧，都係好唔穩定啦。即使個體能夠清楚地認識客體全部的真實性，即係話，就算嗰個人係觀察力好好多話，始終都會受到自己一啲非理性嘅感知嘅影響。咁今日我哋咧分享到咁多先，可能之後聽日或者之後再翻嚟咧，我哋繼續討論埋下一個章節啦。